上集咧就同大家講咗蛋白質有啲咩功效啦，但係今集咧就會同大家講下，如果食得太少蛋白質又對身體有啲咩負擔啦。攝取唔夠蛋白質咧，第一樣咧其實就會令到我哋嘅肌肉流失嘅，咁係因為咧製造肌肉咧主要其實就係蛋白質啦。咁當我哋咧身體攝取唔夠嘅蛋白質嘅時候咧，其實就係咧佢難以去維持我哋肌肉嘅一個水平啦。咁長期嚟講咧就會令到我哋肌肉咧慢慢咁樣流失啦。而第二樣嘢咧其實就係會影響我哋嘅免疫力嘅，咁係因為咧一啲免疫球蛋白咧其實就係由蛋白質嚟去造成啦，而長期咧攝取得唔夠嘅蛋白質咧就會令到我哋嘅抵抗力下降啦，咁咧所以就會好容易導致我哋成日咧都傷風感冒啦。而到咗第三樣咧，其實咧食唔夠蛋白質咧就會導致我哋咧成日都覺得好攰啊，咁係因為蛋白質咧係幫我哋身體嘅細胞進行一啲修復啦，同埋提供能量嘅，咁所以如果長期食唔夠蛋白質咧就會令到我哋成日都覺得好攰同埋冇乜精神咁樣啦。而到咗第四樣咧，其實食唔夠蛋白質係會直接咁樣影響我哋嘅睡眠質素嘅，咁係因為咧我哋身體有一種荷爾蒙啫，其實叫褪黑素啦，佢咧主要就係由蛋白質嚟去造成嘅，咁所以咧如果我哋攝取唔夠嘅蛋白質咧，咁令到呢一種荷爾蒙嘅分泌咧下降咧，就令到我哋咧好難以去入睡啦。如果你哋咧都想知道關於更加多營養嘅資訊嘅話咧，可以繼續 follow 我 IG 啦，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